2026屬豬朋友要醒定，太歲暗合有貴人。唔知豬仔豬女係咩性格呢？隨和樂天唔識愁。豬仔，你背熟乘數表食未啊？完就背啦。人緣極好，你冇嘥心機多咁喎朋友。心地善良有愛心，朋友有難招急生。一向工作佛系等時機，但今年要主動爭取先至有轉機。2026屬豬嘅朋友有暗合太歲遇貴人，亦有劫煞小好易破財。多謝你幫襯豬仔啊！暗合太歲有貴人，月德星度化災困。又開劫唔着。煞好選要留神，我想借錢，好啊，借錢太多我想借勿應允。10萬。近邊種水晶可以幫到豬仔豬女㗎？係黑髮晶，劫煞小好易破財。我想借10萬，髮晶防我冇咁多借俾你啊。部電視好似貴咗啲啊！我有8折卡喎。運氣平穩需努力，精聚財唔嘥力。好勁！呢隻股票一直升，我諗緊買唔買好猶豫。佛系性格欠果斷，勇氣發精助決斷。賺到錢啦！今年屬豬要注意以下2點：最忌借錢做擔保，勿將紅色當係寶，否則黑髮晶都幫你唔到。除咗黑髮晶外，我哋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水晶擺設。我哋仲可以根據你嘅需要幫你設計水晶手串及手機串。新春期間，我哋嘅咖啡同果茶都有優惠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網頁購買或者私信我哋。仲有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仲有啊！祝大家帶咗我哋嘅水晶，馬到功成，馬上賺錢。